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安怎？老臣无辜负着太后之命，找到狄青，而且狄青阁是太后伫要找啦。正是。文长，伊确实失德大人的亲生囝。狄青，你的身上是毋是有一只熊的迄个玉鸳鸯？有，请王爷议官，是毋是这只玉鸳鸯呢？果然正是玉鸳鸯。狄凤英，请去。小王爷。王爷，咱无看见着太后，你毋紧请伊出来，通好互伊惊喜者。我赶紧来去禀报母后。大王爷代志无？王爷代志无？王爷，什么代志？妖怪又搁出现啊！派去义勇军全部死，现在已经窜向前殿来啊！王爷，敢讲南清中出现什么妖物事？是一只全身通红、两形的怪物啦！世上竟然有这款的怪事，那呢？聪明官吏来去消防妖怪。王爷，此怪非常的厉害，非人力所能度的。你袂用去？你袂用去，甲说你去后三顿两顿，你叫老臣怎么对太后怎样交代？王爷，大人，要是我来去看看你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是死，还阁唔知影。
这里也无缘。我盼望这里这里，难得有重逢的日子，你庆怜，庆怜你，庆你啊！母后，拢是立信不好，请母后较冷静的。立信已经派人去找找着王兄，而且也派着咱朝廷令将去找找怪了。到时阵必然会当自将着王兄的找倒转来。欧米亚，欧米亚，你欧米亚，妖怪又搁出来了。你在什么所在？你紧讲。伫怡华园东南边的树林内。着王兄，良区果然是世上罕见的异种。王爷，这匹龙躯是火龙所化，今仔日王府竟然出现这宝贝，一定是上类之调。此龙躯是在月色公园之下所得，国王就该取名叫做献月龙躯。献月龙躯，着王兄，此龙躯是由你所护，你当由你所骑。今后这匹龙躯就属于你的。多谢王爷小事。着王兄，赶紧随本王入后宫来去见母后。草原靠近，娘娘千秋。德清，宫中有话要盼望你，你爱老老实实回答，半句都袂用的戏言。是，娘娘有话盘问，德清唔敢欺骗娘娘。我问你，恁是倒一省、倒一府、倒一县、倒一村的人？娘娘，楚民世纪山西省太原府西湖县小游村人士啊。你想着，你可知影恁祖宗三代的名位？知影，祖父名叫德元，前为两广都督，家父名叫德广，以前也管家山西的总兵。你可知影，你上可有一伯，下可有兄弟姊妹？伊楚民知影，家父并无兄弟，只有一位小妹。那伊楚民的也是无兄弟，只有一位长者金銮啊。德清，你可知影你姑庙叫做什么名？我的姑庙叫做德千金。你知影讲伊现在的去处是伫个什么所在？请听的楚民啊，岁断那时哦，阮姑庙的查某啊，子孙的
得清啊，你着讲实在，你迄个叫冤娘哦，是对的倒来，冤娘是一拉对。一只是高庙带入宫，一只是带在我的身上啊！有的亲的丈母啦，一个叫的冤枉啊！丽姐，你果然是我的弟弟，娘娘，我是你的高庙得千金，高庙，请你。父母现在可好？小水东啊你啊，下参见。我母亲的下落是不知情。定定为好是我的性命，不幸的水中送残生的，我本想的话题啦。我心痛如狗，泪成川，请你啊，我再问恁母亲啊，可会平安？我高庙的母亲。好了，想袂到咱得家世代重了，竟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无，现时咱已经会当找到德王兄，慢慢才阁派人查访，必然会当亲临重访。像你，这几年来，予你真受苦。明仔载，我着叫霹雳带你到金殿讨一个皇上。多谢高庙。